蒼穹換數拍子。我係2點鐘方向，準備左腳下。我哋有一個前奏，前奏會分2段嘅，一個係好慢，上2步退2步，然之後跟住一個比較強勁嘅前奏啊，分咗2段嘅。咁我哋將個前奏改咗少少，去配合翻我哋將來舞台嘅表演啊。5、6、7、8，右腳上1、2、3、4，左右手喺左邊側邊兩邊平衡上下，左腳5、6、7、8，將雙手合埋，擺喺頭頂，9、10，落翻嚟2、2、3，拖步，退後左腳5、6，退後右腳 7，停8。跟住我哋而家呢個係右踏點腳下，個身要向上少少，呢個膊頭要向上少少。好，將你個手擺後面，假設係好似攞住條裙咁樣嚇。好，我呢度嚇，呢個係第二部分嘅間奏。落嚟1 2 3喺上面，4落嚟，你個頭望住隻手方向，而家到左手望左手邊，帶上5、6、7、8，跨過嚟出你嘅左腳，1停2，呢個時候個身都係向上望行，好似捉住條裙咁樣行，右腳行先。3 4 舉手落去5停6，入波啦。將你個腳拍埋你嘅時候係同你個左腳同方向嘅，瞓咗11點鐘嘅。1 2 3 4 5 6，呢個時候盡量將你嘅手攤大，然之後咧呢個腳踭，呢度有少少坐低，有啲血位上去嚇。有時做嗰陣時咧會忘記呢個血位嘅。好，5、6 7 8 2 2 3，擺頭頂。4 5 6 7，呢個時候係撳心口，係撳心啊！7撳咗心口，係向下嘅，就唔係向上啦嚇，係向下嘅。8點腳，呢個3 2 3轉4喺下面。慢上5、6，跟住隻手落翻嚟7、8，跟住係好快個部分嚇，嗰個接位嚟嘅，呢個係一個接位嚟嘅。你哋想我數 N 拍定唔數 N 拍？唔數 N 拍係咪啊？好，嗱唔數 N 拍啊，省略佢嚇。1、2，我唔數，但我要話俾你聽，個隻腳咧係右左右，左右左，嗱我唔數 N 拍嚇。1 2，大步啲，轉身3，左腳再轉埋個半，4，呢個接位完咗，再重數1 2，個隻腳係右左右，左右左啊，數都要講俾你聽啊！1 2，今次係2步嚇。右左退左右，再行翻正話嗰個嚇。5、6，呢度係7 and 8 and 唔數 and 7 and 8啊。7 and 8 and 喺心口退4步嚇。7 and 8 and，跟住我上2步，右腳重新數下1、2。右手右腳去左邊，3，翻嚟嘅時候，你如果可以夠時間做咧，將你隻腳拖一拖，一個點腳拖步，4、5左邊位，6、5 and 5 and 係右邊一位，6係轉過嚟，拖步轉過嚟，然之後 and 踩落去，7、8。
右邊左腳左手右邊行，我哋係5 6 7翻原位8 3 2 3上嚟4行5拖步6轉身7 8係我前嘅，好落去1 2上3 4手板，好，跟住我哋再數翻好快嗰度啊，係5 6